咁就係4，即係6除咗4先29，而家 2a 加 2a 呢個減7等於29啦。A 等於18，得。好，第3題，圓筒嘅排列方法如下嘅啦。第一行有6個圓筒，第二行就又比前面多3個圓筒。咁如果有 K 行同埋地上嘅圓筒總數係456，叫你揾 K 嘅數值。咁啊，呢條都係一條等差數列啦。好，等差呢、個等差嗰個字唔使寫嘅，即係我提示你呢條係用等差咁解嘅啫。即係你到做正式做功課做測驗考試唔使特登寫，你自己判斷到佢係等差定等比就得㗎。嗱，圓筒嘅排列方法。